100英畝嘅自然保護區就係你嘅私人後花園，喺城市中心感受呢片綠洲嘅寧靜。呢度係 The Union View 嘅瑰寶，歡迎翻嚟我哋探索 The Union View 嘅旅程。我哋已經參觀過前瞻性嘅建築、精緻嘅室內設計同埋完善嘅設施。今日我哋行出戶外去探索呢個地標嘅核心 Oasis， 呢個100英畝嘅自然保護區將會成為你新生活嘅絕美背景。喺 The Union View 奢華唔單止係建築本身，仲包括我哋所保護嘅環境。坐落咗 York Downs 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嘅舊址，呢個廣闊嘅自然保護區係市中心罕見嘅避風港。想象一下，擁有100英畝嘅翠綠山林、蜿蜒小徑同自然景觀，作為你嘅私人後花園。喺呢度，萬錦市嘅都市活力同大自然嘅寧靜完美融合，提供一種無與倫比而且越嚟越罕見嘅平衡。呢度唔單止係一個公園，更加係你屋企充滿生命力嘅延伸。無論你係想喺清晨漫步林間，定係睇下佢探索生機勃勃嘅動植物， Oasis 都提供咗無窮嘅機會，等你去親近大自然。我哋設計 The Union View 嘅時候，融入咗呢片景觀，確保保護區嘅美景觸手可及。無論係透過單位嘅大窗，定係喺天台花園俯瞰全景，呢度係建築同自然世界嘅完美結合。呢個100英畝嘅保護區，確保你同大自然之間有一種持久而深厚嘅聯繫。呢個係對健康生活方式嘅承諾，其影響力遠遠超出咗建築本身。喺呢度，你可以盡情呼吸、自由活動，揾到只有大自然先可以帶俾你哋嗰份平靜。能夠住咗一個同珍貴自然資源深度融合嘅地標，係一種罕見嘅榮幸，為後代留低美麗同寧靜嘅傳承。呢個就係優質生活嘅真諦。The Union View 嘅 Oasis 證明咗我哋嘅信念，真正嘅奢華係同周圍嘅世界和諧共處。我哋誠邀你嘅漫步、探索、體驗呢片為你精心保留、歷久常新嘅美景。我哋嘅探索仲會繼續，請留意下一段影片，我哋會帶大家去睇下周邊顯赫嘅 Angus Glen 社區，或者你想重溫我哋嘅設施，請咗第4段片，請嚟下一段片。